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 新系列世界動物園開箱嘅第一站係觀瀾海洋世界。入到去俾我嘅感覺係水族館偏舊同偏細，但係又有好多魚缸，好多種類嘅海洋生物都有展示。我哋只係睇咗一個表演項目，Taco 爸仲等開場等到瞓着咗。我哋等嘅係唔涉及任何動物嘅美人魚表演。依家好多水族館都會加插由真人演出嘅美人魚表演，我都覺得表演好精彩。我哋繼續沿途參觀嘅時候，見到呢一幕令人好心痛嘅畫面，係一個好細個嘅龍啊！大家估下入邊係咩動物？居然係一隻海獅啊！呢一個水池同我喺香港屋企嗰間房嘅面積差唔多大，佢哋喺個咁細嘅水池入邊，不停咁轉下轉下咁游水。但喺我哋嘅視覺，覺得呢一班海獅好似坐緊監咁。我估計兩隻海獅應該係準備去旁邊呢個舞台表演，但我睇過距離開場嘅時間接近有1個鐘，希望呢個監倉只係個休息室，並不是海獅長期居住嘅地方。最後我哋冇睇到海獅表演，證實唔到呢兩個監倉係咪只係個休息室。大家記得要善待動物，可以不愛，但不要傷害。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